你还在明亮，等候夜花对你重新的你，你将是笑的翱翔，用生命过渡你，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。如你将至上的翱翔，在生命国度里，你着生命的道路，他们多是美好，只有你同在。我的主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落去一切山累，回顾深藏，你永被欣赏，永在你身创造万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你把地踏实的你软弱的他加力量，等我耶和华你重新养你，如你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生命国度里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。如你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生命国度里，你说生命很高和大能，活出美好，只有你同在。每当环境冲击像海啸一样抵挡的时候，你要将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，因为这更是神工作的开始。你要等候，因为神会将核心的意念放在你心中。你要展示，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面前，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，重新翱翔。每当环境冲击像海啸一样抵挡的时候，你在走去都能太温柔啊，也是太强悍一点。对。
所有艰难的风暴，难的就是你荣耀宝座。如你展翅上的翱翔，在生命公里，你手生命恩高的感恩，我心陪伴自由的风帆，手生命恩高的感恩，我心陪伴自由的风帆。舞蹈里，黑牛离开中国的舞蹈，现在提出来要线上。升舞蹈了。线下舞蹈就结束了。Hello，看看我们的看我一下，跳舞的人，你们听我讲，我那个排舞跟我们标场不是几个吗？5个5个嘛。好，因为我跟那个人讨论过，我们一起跳对，所以就是那个我们就是你知道箭头吗？箭头，对，中间我今天讲中间的人，我们用海吃的，那个海吃的，黄色好像不一样，然后那边然后跟箭头，所以你们要斜个2排上来，其实你要斜2排，这样子的2排够吗？斜2排，够吗？好，斜的，好，等下，那个中间的话，那个谁，江启那边，但是还有你们6边那边，然后这个是几个？2、4、5，然后25，刚好有斜的，会拿到那个会吧？会不会挤？会挤到就地上开一点，然后这个好在这里进来，都是我知道，所以说我的用手机排去排4个吗？那怎么排？另外2个就好了，另外2个你过来，你来，不是在里面，然后这个在家里面，对，然后对，好，非常好，你们都写得好。好，我现在就问这位是谁动作还不会的，谁不会动作的？这样，所以你们现在台上的训练要跳吗？训练要跳，好，这个部分好，那好，